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9。以赛亚书40章31节安尼讲：独独我靠耶和华的，要得到新的快乐，因要亲像鹰鸟，天势飞悬，因走也无夜，行也无闲。三角来祈祷，要互阮得到新的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天父。主啊，你是伫困境中最远的帮站，伫患难中最远的保护，伫软弱中最远快乐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有你同在的平安，也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活靠你来得到快乐。主啊，阮将一切重担交托你，因为你顾念阮。主啊，感谢你的慈爱甲信心，互阮通仰望你，听候你。因为阮对你的应允深深知，独独我靠你的，要得到新的快乐，阮就要亲像鹰鸟，天势飞悬，阮走也无夜，行也无闲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